大家好啊，歡迎嚟到少女乾坤，我係賢沛師傅。今日我哋嚟傾一傾12生肖2026年新曆6月，即係農曆嘅甲午月嘅月運勢。2026年甲午月嘅時間係由新曆嘅2026年6月5日芒種開始，到2026年7月7日小暑之前結束。呢段時間就係命理上邊嘅甲午月。呢集影片係分享各個生肖嘅整體月運勢，係賢沛老師嘅用心製作嚟㗎。除咗有充實又實用嘅內容，仲有好暖心嘅建議同埋祝福嘅。請大家一定要睇到最後喎。喺進入正題之前，請各位記得訂閱我個頻道，點開小鈴鐺同埋全部通知嘅選項，咁先可以根據運勢嘅走向，及時調整你自己，趨吉避凶嘅。如果睇完之後覺得啲內容對你有幫助，亦都請你可以分享俾你嘅親朋好友嘅，等屋企人同埋好朋友可以提前做好規劃同埋準備，迎接新嘅一個月嘅來臨。要知道分享善嘅知識其實都係一種布施嚟嘅，可以為你種下善嘅種子。接落嚟我哋就正式進入甲午月嘅生肖整體月運勢。屬猴嘅朋友，甲午月一到，你哋就會迎嚟一場深刻嘅轉變，從外部嘅喧嘩回歸到內在嘅寧靜。回顧翻上個月，大家係咪覺得合作機會好多，但係矛盾同壓力都跟住嚟呢？搞到你身心疲累。嗰樣嘢正係自身六合同埋雙刑嘅雙重影響嘅結果。而今個月能量場就會徹底轉變啦，所有嘅合刑關係全部解除，外界嘅助力同干擾同時退場，運勢嘅掌控權終於翻嚟你自己手裏邊啦。呢股回歸中性嘅力量就係今個月嘅核心主題：沉澱、自省、獨立。接落嚟等賢沛師傅同大家分析喺呢股需要自力更生嘅能量下邊，屬猴嘅朋友應該點樣穩住陣腳，為下一波好運奠定紮實嘅基礎。第一，事業同學業，從合作中嘅暗流到獨立作業嘅清明。首先係事業同學業，上個月嘅嗰種成也團隊敗也團隊嘅糾結狀態，今個月就會被徹底扭轉。今個月嘅能量關鍵字係獨立，你終於可以從複雜嘅人際互動裏邊解脫出嚟，專心做自己嘅嘢。呢個係一個絕佳嘅沉澱期，工作同學業重心都會從對外協調轉向對內深化。過去因為合作而冇時間顧及嘅細節，需要獨立完成嘅研究，又或者係個人技能嘅提升，依家都有足夠嘅時間去執行啦。今個月嘅策略就係專注自身，鞏固實力。成功唔再靠外部嘅機遇，而係取決於你自律同埋主動性。不過呢，唔同五行嘅屬猴朋友感受係完全唔同嘅。比如身強嘅金猴，今個月觀察為用，能夠將責任轉化為權力同埋聲望，事業表現好亮眼嘅。但係身弱嘅金猴呢，就係官殺攻身，壓力排山倒海，俾人箍實晒。你係升職嗰一類定係孭鑊嗰一類呢？撳一撳置頂評論嘅嗰個 link， 睇睇你係邊一種啦。第二，財富運勢，從合夥財嘅風險到正財嘅穩定。喺財運方面，上個月大家可能遇到睇落好正嘅合作揾錢機會，但係背後係巨大嘅風險，甚至有為財所累嘅感覺。今個月隨住地支特殊關係嘅解除，呢啲需要同人綁住一齊嘅偏財機會大幅減少，因為合作而產生嘅財務糾紛同埋風險都跟住一齊消失。你嘅財務狀況就會變得更加乾淨同埋安全，財富嘅來源將主要回歸去你本職嘅工作上邊，即係正財成為主導。每一分收入都同你嘅個人努力直接掛鈎嘅，雖然少咗爆發性，但係勝在穩定同埋踏實，更加有安全感。今個月嘅理財策略係從機會導向轉向風險規避同穩定增長。但係唔同五行嘅屬猴朋友，財運真係天差地別啦。身強嘅水猴，今個月係完美嘅食傷生財格局，揾錢能力同埋機會都大幅提升。但係身弱嘅水猴就係盜竊交加啦，消費嘅慾望同埋投資衝動好強，好容易做出錯誤嘅決策而破財。你嘅破財陷阱喺邊度呢？撳一撳置頂評論嗰個 link， 睇一睇你係邊一種。第三，感情運勢，從熾熱嘅糾纏到冷靜嘅審視。講到感情，賢沛師傅要話俾屬於屬猴嘅朋友知，上個月嘅嗰種充滿激情同埋戲劇性嘅關係，今個月會迅速降溫。上個月自身六合帶嚟強大嘅吸引力，就係俾雙刑染上咗估嚟估去同埋佔有慾，搞到關係充滿咗愛同折磨。
今個月感情嘅高燒狀態就會退啦，外界嘅桃花誘惑同埋情感嘅強烈拉扯感都係明顯降低嘅。對於單身嘅朋友嚟講，你會睇得更清楚，係應該繼續定係應該放手。對於有伴侶嘅朋友嚟講，上個月頻繁嘅嘈交會得到緩解，兩個人會有冷靜嘅空間。今個月係處理同療癒感情問題嘅黃金時期。賢沛師傅建議你一次心平氣和嘅溝通，又或者係平淡嘅陪伴，都比激情更加珍貴。但係呢份冷靜對於唔同嘅五行人嚟講，結果係完全唔同嘅。身強嘅金猴女性今個月官殺強旺，代表容易遇到條件出眾嘅優質桃花。而身弱嘅金猴女性過旺嘅官殺就變成壓力啦，代表嚟自於伴侶嘅過度管制同埋爭執，焗到唞唔到氣。你嘅桃花運係正緣定係爛桃花呢？撳一撳置頂評論嗰個 link， 睇睇你係邊一種。第四，健康運勢，從身心壓力到自主修復。最後講一講健康，上個月自身雙贏嘅壓力，等好多屬猴嘅朋友承受住巨大嘅壓力，引發失眠、焦慮同埋各種炎症嘅問題。今個月伴隨住雙贏嘅呢個致命根源嘅解除，你即刻會感覺到嗰種莫名嘅身心壓力得到極大嘅緩解。呢個意味住身體嘅自我修復機制重新開始主導啦。你獲得咗一個寶貴嘅健康休養生息期。而家健康狀況嘅好壞完全取決於你自己嘅生活方式。賢沛師傅要特別提醒你，今個月養生嘅核心係修復。首先要瞓翻覺，飲食清淡，瑜伽、散步呢類舒緩身心嘅方式係啟動自我療癒嘅最佳選擇。但係呢份休養對於唔同五行嘅屬猴朋友嚟講，效果有天淵之別嘅。例如身弱嘅火猴，今個月印星同埋比劫好似雪中送炭咁，係恢復元氣嘅黃金時期。而身弱嘅金猴呢，就係旺火克金，直接衝擊健康嘅根基，係今個月最需要關注嘅焦點。你嘅健康紅燈亮喺邊度？撳一撳置頂評論裏面嗰個 link， 睇睇你係邊一種。以上就係今個月嘅整體運勢分析。但係賢沛老師要提醒你，同樣嘅一個生肖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嘅運勢咧，完全唔同嘅。而身強身弱嘅差異更加係一個天上一個地下。有人今個月財運爆棚，有人反而要打場能量保衛戰噃。你屬於邊一種呢？可以撳一撳評論區嘅置頂鏈接，填寫你嘅生日，我就會同你計出你嘅專屬五行生肖同埋身強定係身弱啦。而且會話俾你知今個月嘅特別注意事項，知道自己嘅五行同埋身強身弱，先至可以真正好好利用今個月嘅月運勢㗎。希望對你有幫助啦。我係賢沛師傅，我哋下一期再見。